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西丽教会历史影像特刊。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西丽教会历史差不多会当分做3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1879年到1910年，称作加东仔教会时期。第二阶段是伫1911年到1951年大东路时期，也称作刺仔头教会的时期。第三个阶段是1951年到现在，称作延平路时期。1958年到1962年，平民昌牧师受聘来西丽教会，成做第6任牧师。伫伊的任内，1959年成立二轮布道所，成做庆祝释教80周年的献礼，也派郭明正兄弟前往担任主日学的教员3年久。1961年3月正式分设二轮教会。1959年4月，郭兆宁长老代表教会处理甲隔壁订册土地发生的纠纷。这场是1959年8月29日，主日学合轨学校结业式的合照。释教80周年伫1959年9月18日，平民昌牧师任内举行。这是庆祝释教80周年的听词表。这是1961年教会的一张小年历，悬顶是用相片洗。这张是1961年台南中英中学教会学校纪念主日的请安函，用白话字处理的。1960年代，西丽教会的青年团契有出外去旅行，有翕几张相片，这去访问溪北迄边的教会。伫平民昌牧师离开了后，任庆东牧师来西丽教会，总是待1年，后来无就任。